有啲時候咧，問題唔係有人做錯事，而係大家都知道唔啱嘅，但係冇人再出聲啦。咁氣氛就變咗啦，標準咧就慢慢降低。咁人開始咧就習慣咗沉默啦，久而久之咧就做啱嘅事咧，反而變得咧係唔尋常嘅。嗱，先知耶利米所處嘅時代咧就係咁樣樣，不斷提出國家嘅問題，提醒人要回轉，但係結果咧就不被聆聽，而且咧更加被討厭。嗱，最後咧有一班嘅官長咧決定要佢死嘅，佢哋將耶利米咧就丟落去一個冇水嘅井嗰度，咁啊只有淤泥嘅啫。聖經咧就話咧喺呢個泥中咧，佢慢慢下沉。呢一種咧唔係立刻嘅處決，而係要人慢慢消失嘅方法。喺呢個時候咧就出現咗一個人啊，佢叫做以伯米勒。聖經咧特別講咧佢係一個古實人，係一個太監啦。意思咧佢即係外族人喎，喺宮廷嗰度，係有一啲嘅位置，但係咧講唔上係核心嘅權力嘅一部分啦。換句話講咧，要出聲嘅話咧，佢唔係最有資格嘅人。但係咧佢聽見呢件事之後咧，就冇沉默喎。佢直接咧就去見王，就講啦，呢啲人咧向耶利米所做嘅都係惡嘅。喺滿朝文武都默許嘅時候，佢選擇講出嚟，呢個唔係一個安全嘅決定，因為喺當時嘅系統裏邊都向住嗰個方向行啦。你站出嚟就等於將自己擺咗喺風險裏邊度。更加特別嘅咧就係咧，佢唔單止講一句說話就離開，咁就王准許佢之後咧，佢親自要去咧拯救。咁佢帶人就落去啦，用繩子咧就將耶利米咧拉上嚟嘅。但係咧佢做咗一個好細微嘅事啊，就係佢攞咗一啲嘅破爛嘅布啦、舊嘅衣服啦，放喺繩嗰度啊，同埋耶利米嘅腋下之間啊，免得咧呢啲繩咧會勒傷咗耶利米。呢個細節好重要，因為咧佢唔單止係做對的事，而係用心做對的事。喺一個粗暴嘅環境裏邊度，佢仍然保留咗一份嘅溫柔。仲有一點好值得我哋留意嘅，佢係外邦人嚟嘅，亦都唔係以色列人啦，唔係先知啦，亦都唔係嗰啲屬靈領袖。喺一個黑暗嘅局面裏邊度，反而係佢活出咗公義同埋憐憫。後嚟咧，上帝特別對佢講：我必拯救你，因為你倚靠我。喺一個動盪嘅時代，神紀念嘅唔係地位，而係人嘅選擇。有啲時候我哋以為要等到我哋有能力、有位置，先至可以做翻一啲嘢。但係呢個嘅敘述提醒咗我哋，喺好多關鍵嘅時刻，真正重要嘅唔係位置，係你願意站出嚟。當大多數嘅人沉默，當錯誤變得合理，仍然選擇做對嘅事嘅時候，本身已經係一種代價。如果你曾經喺某一啲事情覺得講出嚟都好似冇用啦，企出嚟都會付好大嘅代價喎，咁我哋就應該讀一讀耶利米書38、39章。喺當中裏邊度記錄咗一個喺黑暗仍然冇讓自己變得冰冷。有啲時候世界未必會因為你而改變，但係你可以決定喺呢個世界裏邊度變成一個點樣嘅人，而我哋嘅人生仍然喺呢一條未竟之道上走着。